1988年1月27日是过新总统蒋经国灵堂开放予民众瞻仰的上尾一天。透早到暗时，真侪民众伫寒风中排队。为了安慰泪流满面、伤心欲绝的民众，国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队的队员24小时的轮值，才使得瞻仰的行列顺利进行。国防部总务局、台北市社会局以及食品厂商都主动提供口粮以及饮水，让瞻仰的民众补充体力。为维护国内交易秩序及消费者权益而成立的公平交易委员会，今天在行政院长郝柏村主持布达仪式后正式开张。1992年1月27日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正式成立，要开始办理民众和厂商的申诉。郝院长在致辞时指出，未来公平交易法应该依照3项原则来执行。首先，必须随着时代的需要，兼顾社会与经济繁荣；而公交法在执行时，要加强与产业与机关联系合作。公交会也应该与民间加强沟通。